家好，欢迎收听收看《野球名人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何美金。大家好，今天呢现场我们邀请到的一样是东哥黄忠义 ，Hello， 大家好。还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钟崇彩钟教练，嗨，大家好。哦，今天很荣幸哦，那能够邀请到美金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啊。那当然，观众朋友也对美金可能比较陌生了，可能有看过，也有可能也听过，但是不晓得在哪里看过，也不晓得在哪里听过了。那就让我们美金好好自己介绍一下吧。谢谢大家，米后米上，我是美金。听到米后米上，大概就有一点印象了哈。那其实我觉得要自我介绍，应该要话说到6年前，哇，有点久了。那大概我在30岁左右的时候吧。你28岁。没有，因为跟棒球这边呢，其实算是这个6年前的时候呢，有结合这样的因缘际会，才有办法踏进这个棒球转播的一个时间。那有这个机会，因为呢，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想要在广播频道里面让大家听到精彩的球赛。这位小姐对棒球的认知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了解啊，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能够邀请她来，然后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最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国际赛事啊，由我们梅基来就慢慢跟大家做介绍。受宠若惊。那说到这个呢，其实不得不说，其实呢，为什么会想要在电台里面来转播球赛，就是因为要回想起小时候1992年巴塞隆纳的那个时候的转播，因为不能看电视，所以呢，大家应该会有那种记忆，就是偷偷在房间里面听球赛的感动。所以呢，说到1992年的巴塞隆纳奥运，我们就要带回今年呢，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要来讲东京奥运的6强1的资格赛，就是在6月份，6月16号到6月20号。那今天呢，现场邀请到2位来宾，就是要让这2位我的转播界的神拜哈，让他来告诉大家呢，这个有可能入选6强1名单的选手到底有哪些人呢？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本来是6队要来参加这一次6强1资格赛，但是呢，5月7号那一天 WBSC 正式呢宣布，就是呢有公告，中国队呢在这次是退赛了。好，那他退赛之后呢，也不补其他队了，所以是5强1的比赛。好，那进入主题，要先请我们这个老师啦，钟教练呢，对，教练，我们想要来问一下，就是因为是这个资格赛的关系，所以呢，有哪些选手？因为毕竟去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有一些选手的时间，他年纪可能越来越大了，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之前第一次的比赛跟这次的资格赛的名单会有不一样的落差？应该是选出近况最好的选手。对，因为你近况最好的选手，表示他在一个高峰了。你不要有印象说他以前这个人怎么样，但是他的近况是不好的。然后举一个例子，王柏融近况就很好，对不对？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纳入中华队的话，是中华队的福气了。所以也希望教练团能够尽最大的努力，看看能不能够争取了。这是我的看法，第一个切入了哦。近况好的选手，我们把它纳入，然后让中华队是能够展现最好的实力，把好的成绩留下来，从头赢到尾，那就是第1名嘛。第1名就没话讲了，没错了不要说。有遗憾啦，哪一个选手表现不好了，又失误了，又一个呛死又打不进来了，短打又做不好了，一大堆的疑问。大家准备好都不用想，把最好的拿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的话，你有业配的嫌疑。你说这个遗憾，什么四海游龙什么的一些广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出来哦。应该还好吧，因为我这人生呢没有什么遗憾了，因为在俊国能够碰到东哥，我就很兴奋了，对不对？如果说我们的内野手都能够像东哥一样，手背好，打击又好，就免烦恼。所以我们呢。我跟你讲了，差一步就是还有希望，可以继续努力。那你那第1名的现在掉到哪里去了？对不对？老师拉回来了，还是要回归正题。对，我像一匹野马，你要抓不住啊！
所以我们就慢慢从大名单里面来挑选了啊。那就是如果从投手来看的话，可能也要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投手，阿纳斯洛的投手，对，没错，中南美洲的在打阿纳斯洛的投手打得特别不好。那时候就是低肩侧投啦，低肩侧投对，应该会挑一个啦哦，一个阿纳斯洛的话，我会觉得张喜凯比较适合，因为张喜凯速度虽然不快，他的尾劲很好，因为他球很灵活，到了本垒板也软酸呐。那没错，他当然这个是一个低肩侧投的一个优势啦。那你为什么会用这个角度来去说这个低肩侧投对这个南美洲啦，或者是这个欧美的球员会有比较的一个压制效果？我举个例子，你像以前兄弟象的吴俊义在青少棒选拔的时候，他在美和，他本来是排在2军的名单，我跟李瑞麟总教练建议把他拉到1军，结果选拔赛他们掉入败部，胜部跟败部冠军的时候，他连投2场，对手应该是他的主队荣工队，干掉。为什么？因为这种球没有办法喂球啊，低肩侧投。你那个防护网挡着也没有办法投啊，所以那个马信也投不出来的球路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很怪异，而且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你那个击球点抓不住，出其不意的意思了。2场比赛打不到就是打不到，回去练已经来不及了。对，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以低肩侧投，他比这个黄子鹏还要适合，因为黄子鹏他的尾劲没有他张喜凯来的这么好，黄子鹏是比较有速度一点，比较刚猛一点他的尾劲没有那么阴柔。对，他会飘会沉，这个低肩侧投能够让球沉下去飘起来的话，那个就是好投手。我第一个建议的怪投手就是张喜凯。好，第1位我们的入选的名单，钟教练队，我们的 team 里面出现了第1位的投手名单就是张喜凯，低肩侧投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好，帮我记下来。那一般来说，这个你讲的那个是所谓的一个中继投手、后援投手了。你比方说，你12个名单当中，投手名单当中，先发投手，你大概会去这个在你的一个名单当中会推荐几个哪一些人？因为先发投手也可以中继，也长中继。你是所谓的2个先发投手投1场，但是不是呢？如果因为他们都是职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如果这个国际赛拉到中继后援的话，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吗？不过其实棒球就是这样，你从头到尾的话就是投几局啦，你要面对几个打者。其实先发中继就也是我们给他的定义。当然是一个短期的比赛。你说先发投手突然间拉到中继，他的热身的时间，包括在整个准备的时间应该不一样。我是觉得在整体的效果上，可能会比较会打折扣啦，我的看法啦。这也有这个道理啊，但是本来就是我的看法就是，如果1+1能够有好效果的话，就要1+1。但是不要紧啊，你的那名单的人选大概是谁？名单的人选当然你说他可以先发中继后援，对，中继后援挑3个好了。四条啦，王维忠、徐若曦，这个2个都有中继过，也有先发过，因为投的局数都不长，差不多4局。他们的用球数差不多75球，都是味全的。对，2个，这2个，所以可先发可中继。先发中继。但是我要讲先发嘞。先发当然有人你要挑的话，我觉得江少庆是一个了。你挑啦，我不挑。你当然不挑啊，我来挑啊，对不对？胡志伟也可以啊。胡志伟，翁伟军的速度变化球，乐天呐，乐天的翁伟军会放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统一的古林瑞阳，very good。哇，这个
这是先发的角色嘛？对，那你先发中继的就是徐若曦、王维忠跟一个张喜凯嘛。张喜凯放先发，放先发哦。张喜凯不会救援了。5个嘛，就5个嘛，2个就中继后援。那现在名单当中你所提到现在7个人，还有5个呢？还有5个，当然你像救援投手统一的陈韵文应该会在其中之一啊。陈韵文 ，OK， 那今年的关大元表现不错，可以参考了。我大概现在目前的名单是在这个应该是算9个了。曾俊岳的表现也很突出了啊，速度条件也不错了啊，可以考虑看看。对，都算不错啊，就是担任这个所谓的一个中继投手的话，大概针对性1、2个投好就跳的那种。对呀。这几个啦哈，这几个如果救援的话，应该还要王义正可以考虑了，王义正可以考虑。你觉得他可以去赖鸿成？没有，王义正就赖鸿成可以了，还有一个王义正啊，可以考虑了，因为他以前先发是投的不错，但是他短局数的2局、3局的话，可以考虑的人选。OK， 可以考虑的人选。他以前都是在先发的位置嘛。还有一个陈宇勋啊。陈宇勋对。陈宇勋，应该投手这样大致。你为什么不把那个陈宏文摆在里面？李正昌也是不错的选手啊，怎么都没有在你的名单里面？李正昌的近况是比较不好了。所以这些是东哥坦白讲啊，没有，我是丢那个。不是李正昌，我坦白切入了，就是他球路比较单纯啊，就是一个 slide 一个直球。对，他等于说他投球都是右打者的外角哦，你很清楚。他等于是左打者的内角了，他等于说右打者的内角的球路比较少了。哦，对打者来讲比较没有威胁性，就对了。是了，比较单调了，比较容易被射定。可是他速度可以来到148的上下呢，48公里。我这个148的太多了，随便一个也150的。我们前面挑的选手。还有啊，你比方说你现在说要一个中继后援一个功能性的投手的话，李正昌是不是也是算可以把它归类在？你如果我要这样挑的话，那陈宏文不会比李正昌差，我认为这是我的角度啦。是啊。所以我是选择比较不会出状况的选手。你万一领先个3分，出一下状况，谁来收拾？总教练呐，洪一中啊。哎呀，我们给的人选他就会变成头大了。头好痛哦。对啊，因为收拾洪一中。我们挑了几个了？大概12个了。对啊，就12个吧，差不多。中继后援，其实呢，有一些名单就是可能钟教练这边提供的呢，有可能会打破我们原本。还有一个投手陈冠宇。陈冠宇在2军调整了很久，应该这个选手会出黑马。到了哈。陈冠宇现在在业余了。在业余应该是可用之兵啦。好，听了2位教练呢这样子唇枪舌战的讨论之后，东哥有没有跟钟教练这边有不一样的名单？那大部分我这边的名单跟钟教练这边是蛮接近的了哈。那我大概就分类这个先发后援的一个角色啦。那我这边的先发投手会摆在这个同一师队的古林瑞阳。第1场啊，不是4场的先发的其中1场。对，再来第2场大概就是江少庆。江少庆，两场呢，第3场换一个较刁钻的吴生峰，合作金库的吴生峰，因为他在12强的时候，他对美国队有很好的一个压制效果哦。当然，第4个呢，可能就让我去思考比较久嘞，可能我会摆，他不是，就是因为他是短期的比赛，对，那当然我要有一个经验啊，或者是有一个大概就说投手责任5局能够压制住对方，然后又让对方在这个第1个打数、第2个打数当中没办法去破解，可能我会放在这个徐若曦。因为徐若曦她有一个好的一个直球跟一个好的一个什么变速球，变速球。现在的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只差变速球，哇，就厉害差变速球，对，一般也是属于变速球的一种的。那中继这部分我会放这个王维忠，跟这个像陈冠宇，因
因为他们都可以担任这个长中继的一个角色，然后这些投手可能除了长中继之外，都有不错的一个经验值，再来就是像富邦悍将的曾俊岳，再来就是我还要加一个左投，我可能会比较需要这个吕彦青。吕彦青变成就是说在可能中继这部分的话，2局3局会有这个一左一右的这样的一个调度，让总教练在投手调度上会能够更灵活。那最后就摆在这个守护神了。那守护神的人选太多了，那大概我这边会比较偏向在这个陈宇勋这边，因为也心中他大量了，我完全是不怯场的。那可能除了他之外，可能连续出赛的一个整个稳定性。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去考量到，那可能会这边我是比较会放在，这个李正昌这边，因为我是觉得他的，虽然在最近的一个比赛状况比较不理想的情况下，我是在国际赛那种凝聚力，包括这个对国家的那种向心力，可能会激发他的那种过往的那种水准。那目前的投手的整一个角色是摆在这几名。我是比较希望说，在这几名的投手当中，因为他是连续4场，都每天都可以去出赛，然后出来之外，因为短期的比赛，我会比较看重在经验这部分，因为经验，比方说你今天出赛的话，要面临到明天的比赛的话，你要如果在这个一个晚上的时间当中做一些心态上的一个调节，迅速恢复，心态上的一个这个调节，他们这些资深的球员可能就会，这个经验值这部分会。比较可以打国际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角色，这样的一个备赛，所以说我大概投手群这部分大概就是这几年，以经验值取胜，对，是，而且短期的比赛呢，跟我们一般看到的例行赛呢，这个心态是不一样，调整是不一样的啦，哈。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呢，接下来在6月16号到20号即将呢要在台中洲际棒球场举办的这个已经变成5抢1啦，哈，奥运资格赛。那有哪些队伍要来参加呢？除了中华代表队之外呢，还有澳洲、荷兰以及呢美洲区资格赛的第2名跟第3名的球队。所以听到美洲区资格赛，其实他们也是5月31号之后要8抢1，8队抢1队，好，有再选2队来台湾这边来参加这个5抢1的比赛，好，所以其实对中华队来讲，其实。这个应该算是门槛也还蛮高的，不管美洲区谁来，好，感觉委内瑞拉也好，波多黎各也好，美国也好，古巴也好，感觉都很可怕要打进是好，所以呢，这个投手群的部分呢，可能到时候对战呢有4场先发，到底有哪4位先发投手呢？要来面对这4个强队呢，其实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啦。那好，讨论完了投手之后，接下来就是野手的部分。播球，先捕手好了。对，捕手的人选会有哪些人呢？第一个就是林泓育了。林泓育是小胖入选第1。还有2位呢？第2个统一的林岱安。2位，还有1位。第3位我会偏向有一位左打。左打。应该是。富邦的不是陈家驹，张进德。国际赛他打得不错张进德。对，那东哥有不一样的？一模一样 ，Kenny Fine 老师，哇，100%难怪我是他带的啦。是，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就是这3位。所以东哥也是觉得这次的比赛要带3位捕手。对，当然捕手的话，尤其是林泓育可以说捕手调整进步很多，尤其他体型有瘦下来，他那个传球的准确度还有速度有进步很多。第2个是考虑到他的打击能力，他本身的打击能力就是很有 power。那我们希望在这个位置有加分，就是手背好，打击好。第2个就是我们谈到的富邦的。张进德因为他本身的跟投手的配合我们也看过，在国际赛也 OK， 那打击也有一定的水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了，因为尤其他又是左打。第3个呢是林岱安，我们有目共睹，统一在去年能够逆转，
拿到总冠军，他功劳很大。他的配球、他的主杀、他的打击啊，他虽然摆在第8棒，有的时候不小心就打安打，不小心就打全垒打。哦，这个也算是骑兵了，对不对？他的进步，我们要给他鼓励。对，是，尤其是在短期的比赛，尤其国际赛重要的比赛，最希望就是有这种奇迹。不是啦，不能只有考虑到只有守备了，打击也要考虑进去了。对，是因为跟以前的这个捕手的角色呢是不一样的概念了。你要可以守一样，其他的捕手都很好，可能打击方面稍微弱一点。那我们就有可能在短期的比赛就很抱歉了。对，就是可能要2方面都要。抓到这个平衡点啊，对，是好，所以捕手的部分呢，林泓育、林岱安以及我们的张进德获得2位的教练的一致通过。那我这边有一个想法啦，当然我为什么会选这3个捕手啊？但这3个捕手应该是算目前在国内算比较表现比较让球迷朋友看起来会比较稳定的一个选手了哦。当然这个3个捕手应该也算是多功能的一个角色啊。那首先我们讲这个，像林泓育啦、张进德啦，他们都可以做这攻守俱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也可以摆在先发，也可以摆在后面代打。哦，对，包括代打啊，可守可打，又颜值也不错哦。那当然就说，当然他们在当然先发的情况下，可能进入到比赛分数比较焦灼，可能0比0，他们上到垒包之后，可能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些换代跑的这样的一个人选。这个时候这代跑上来的时候，接下来接替林泓育的位置或是张进的那个位置是谁？可能就是林岱安。我可能会用这个角度来去做一些分配。但并不是说林岱安就是在球赛进入到后段的时候来去做一些动作，他可以摆在先发。那可是摆在先发的话，当然就是可能会在比赛当中有比较多变化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要找到有更好的一个捕手的一个调度，能够或者是领先的时候，有哪一个捕手人选会比较恰当？我是觉得林岱安，因为他有一个好的一个捕手的一个能力啊，包括在主杀的这部分，可能跟林泓育、张进德来讲可能会好一点点啦，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那这样的一个捕手这3位来去一个角色的话，可以可攻可守可跑我觉得这3个名单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在现今的这个国家队名单的话，这3个捕手是最恰当的。感觉好完美，对不对？好了，有投手有捕手，当然啦，内野手的部分呢也是非常重要了。1、2、3游击，那到底有哪些人会入选到钟教练的名单里头呢？游击手的话，我建议的2个名单呢，一个江坤宇，那比较功能性的话，会挑一个林承飞了。林承飞，对，林承飞，因为万一游击手需要代打或者需要更换的时候，林承飞的衔接，我觉得适当。对，那2垒手林靖凯的表现很亮眼，最近的打击状况也很好，可以考虑，因为他的守备范围真的很大。这个3垒手的话就是王威成，是。那1垒手是许基宏跟陈俊秀，是。因为许基宏也有可以机动性的来安排在3垒，对，万一3垒是需要调整的话，许基宏可以拉到3垒来，作为一个优比。那陈俊秀当然他的守备也好，打击也好是没有话讲。我是以右打者来讲的话，国内首屈一指的就是陈俊秀，高选球，搁真厉害，搁真好讲，无小心搁给你拍好不让，所以这个是不要忽略这个人的重要性。对，没错。真的好，那就是教练的名单。东哥呢？其实，在名单出来的时候，内野部分不会让我比较伤脑筋了因为你也会伤脑筋啊？对，因为我可能标准比较高了，可能我会顾虑到会前中后的这样的一个调度当然就是希望说，因为我大概在整个一个
在思考的部分当中，可能我会都把比分拉得很接近，可能就是进入到后面比数的时候，可能是0-0啦，或是1-1啦，或是2-1啦，或是1-0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我会比较会顾虑到前中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人选了哈。那现在我在目前的一个内野手先发的一个名单，大概简单先讲一下，大概1垒手就是陈俊秀。那2垒手我会摆在这个味全龙德的李凯威。3垒手就王威成嘛，游击手就江坤宇嘛。那可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先发名单啊。那陈俊秀刚才老师也有稍微简单介绍一下，那他大概这个位置就是他的啦，就是1垒手的一个扛把子啦。那推也推不到，为什么？推不动？为什么？因为体重太重。对，体重太重了。体重够重。那以游击手江坤宇的话，那就毋庸置疑，因为他的一个守备范围，包括虽然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可是他的整个一个思维大概就跟我们的这个年纪是一样的很成熟了。对，那王威成就不用讲啊，这个12强的最佳3垒手啊，然后可能就是比较会受到球迷朋友的这个算爱戴，然后就守备很稳定了。那2垒手为什么会摆在李凯威？因为其实他还没加入职棒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选手的名单内就有李凯威这个选手的一个名字，就表示他在学生时期啦，包括在这个业余时期啊，都受到大众的一个肯定。那进入到职棒之后，虽然在初期可能就年轻选手嘛，需要一些时间来去能够了解他的一个事。其实在这段时间的确也打出了他的一个特色，能守能攻。可能在运用上，在这个战术上运用的话，空间会比较大一点。那大概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先发名单了。那当然剩下3名的话呢，其他3名的话，第5个我会摆在这个统一狮队的林敬凯。林敬凯的角色就比较多元，可能在后段比赛进入到比较焦灼的时候，可能可以变成这个代跑的一个这个人选，因为速度快，那应该说在整体的一个判断上也是相当这个丰富，那或者是在后面，可能在李凯威被换代打之后，可能就是要替补这个二垒手的一个这个角色，对，再来就是可能就是就像这个钟老师讲的可能就是林承飞，对我可能也是摆在这个名单里面，大概他的一个角色大概就跟这个应该是林敬凯是一样，可能在比赛后段，可能选手有受伤的话，他应该这个应该3垒这个位置他都可以去能够胜任，在整个调度上会比较能够去做这个灵活的一个安排，包括可能在中心打者1、2有跑者中心打者上来的时候，比方说需要一些助攻的角色的话，林承飞也可以把他推到前面来。可能就会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是可能比赛张力高，突然间有王威成受伤的一个问题出现的话，他也可以摆在这个3垒这个位置上。那现在以6名呢，6名的一个选手都出来了嘛，那剩下1名会是谁？也让我蛮挣扎的啦。我可能会摆在这个1垒这个位置啊。那个时候我是想说，选许基宏呢，还是选朱玉贤？但昨天为了要公布这个答案，我1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最后宝贝决定对，宝贝突然应该是在梦中出现他的这个人的名字了，就可能就朱玉贤了。朱玉贤了，对，因为基本上如果是以许基宏跟这个朱玉贤在整个比赛关键时刻，整个战斗力会比较高一点的话，我是觉得朱玉贤这边可能多了半票，打击啦，所以有可能突然之间也会出现一支全垒打。对，许基宏就可能就摆在我的名单里面了，他就可以守1垒了。那一垒的一个守备位置也不差了。那可能最后这2个选手当中，让我挣扎了1个晚上之后，就朱玉贤脱颖而出了。这是我内野手的一个名单。对，所以7位的内野手的名单呢，其实东哥跟钟教练都有不一样的一个人选啊，但是大家呢都很不错。好，那讨论完了内野手呢，其实除了守备之外，攻击也是大家考量的一个部分啊。那守备重要，攻击也非常重要，因为要得分才有办法呢能够得到胜利。那好，接下来守备的部分还有外野手的部分。
这个富邦的林哲轩，水呀，林哲轩兄弟的张志豪、詹子贤，还有统一的林安可、苏志杰。来，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中外野有选林哲轩，还有张志豪，所以原本陈晨威有机会。应该说，插个话，老师，应该说3个外野手先发，你会先摆哪3个？先发的话，如果要看对方的投手啦，左投右投。那卖熊呀，今嘛你头壳内底先发。先发的话，你叫我卖想呀，我就头壳摸咧烧咧。你叫我拢卖想。对，卖讲左投低线侧投，还是用这个双手投球那种诶。你的先发。右外野我会放林安可。然后左外野的话，有可能是詹子贤，然后中外也应该是张志豪。为什么不是放林哲轩啊？因为张志豪的打击的破坏力比较大。林哲轩是手背比较好，比较稳定，但是你棒球比赛是得分的游戏，你不考虑得分，你只考虑手背，那有点本末倒置。对，这是我的出发点因为詹子贤我会放在这个左外野，主要也考虑他长打能力，因为最近长打的表现也还不错了，不敢说100%，但是你比较上能够用的人也蛮多的啦。你现在包括苏志杰也 OK 啊，他左外野还有长打能力也都不错啊。其实外野手最难选，太多遗珠了。对，太多遗珠了。你包括这个陈晨威啦，陈杰宪啊，你这个都没有在里面，有的时候就说不过去啊。但是你人数就这么多而已。你如果挑5个的话，应该这5个有攻有守啊。是，所以可以让教练团这边呢，能够适时的做一个调度。不是你最起码你在代打啦，或是 DH 方面要安排啦，拢免扣了，较好用。拢就好用哎。对，棍啊拢袂歹。是，那东哥外野的部分有不一样的名单吗？对，我选5个，应该名单人选也蛮接近的啦。那大概我先讲这个前3个的这个先发球员那我左外野手会摆这个陈杰宪，那中外野手我是会摆这个林哲轩，然后右外野手我是摆在林安可这边。那替补的选手会这个詹子贤，跟这个苏志杰。我大概这5名的外野人选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先发选手会摆这3名呢？那当然，这个陈杰宪的确是，当然在国内职棒比赛的大部分的守备位置都是守中外野手。其实他可以摆在左外野手以前不管是在越野时期也好啦，或者在这个早期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这个位置，大概都是以左外野手为主。应该这个左外野手的一个适应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那再就是说攻击，我觉得他的缠透力是相当高，很容易来去消耗投手的一个用球数了。包括他这个制造的一个上来的一个机会很高相对的可能就是在短期的比赛需要有比较高上垒率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那可能我就是选这个陈杰宪所以他也算蛮多功能的一个选手。那中外野手林哲轩，虽然目前在整个状况是攻击这部分，就像老师讲的比较令人担心了那但可是代表队穿了那一件代表队的衣服的时候，那种心态，但心态就不一样。从很多的比赛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得到他的那种表现再来就是中外野手的确要一个很好尤其是中线。中外野手这角色就相当重要林哲轩是可以是算一个外野手的一个队长的一个身份，能够来去做提醒左右两侧的这个选手来去做怎么样的一个布阵在右外野手安可纳就当然就是要借用他的一个攻击能力啦那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帮助球队能代表队得更多的一个分数了那以詹子贤跟苏志杰的话，当然就是可以去做一些代打的一个
角色，然后就去做一个坚强的一个算后勤的一个部队啊。那大概我外野手的人选大概是这5名啦。你讲大家你讲安怎？加二。好啦，所以呢，听完2位呢这个教练的分析啊，哈，从我们的先发投手、中继后援哈投手名单，然后这个捕手、内野手、外野手的名单全部都出现之后呢，那我们来让大家来整理规划一下，好，整理之后的名单是这样子。那如果呢，各位朋友，你有想要表达你心目中的这个优秀的最强的中华队的人选到底是谁呢？表达就好了。对，好，给大家做参考。不要任何留下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文字。对，如果说你觉得你心目中的最强的中华队还有遗珠之憾，也不是遗珠之憾，如果你觉得还有其他人选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来留言。那当然啦，这个最重要的还是请大家呢来跟中华队一起集气，一起加油啦！是好，那今天再次感谢呢2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谢谢。野球名人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